書，由這些作品，你像是新是愛，但是活在這地球，循環千秋萬代，是我向於是自由。手中一張相，手中一張刀，用我手中一首歌，換你手中一把槍。愛真的面貌，用藝術呈現我苦擅長，只希望默默地提示人類善良。手中一本書，手中一支彈，用我手中一幅畫，換你手中一揮將去說明。燒毀的宣教塔響起鐘聲，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，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本應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，心聲想你烽煙中細聽，簡單的愛，簡單的和平，從此以後可記得情人和天與地，東跟西苦於一面圍牆的攀爬，圓圈裏那撇與那加多一道而成的標誌，順時肩負重任，用力地唱，盡力盼，落力還滿，合力地說，但沒有世界大戰。你在自身是愛，但是活在這地球，循環千秋萬代，是我向於是自由。手中一張相，手中一張刀，用我手中一首歌，換你手中一把槍。愛真的面貌，用藝術呈現我苦擅長，只希望默默地提示人類善良。手中一本書，手中一支彈，用我手中一幅畫，換你手中一揮將去喊情。燒毀的宣教塔響起鐘聲，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，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本應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，心聲想你烽煙中反省，簡單的愛，簡單的和平，從此以後路程。鐘聲撫慰雙方的傷兵，傷兵一眾差不多年齡，本應相對與男孩友情，家鄉的信，家鄉的心聲。